前山總站升級啦，就喺珠海環宇城一層新建咗一座大型市內公交樞紐，同時設置咗3條始發線路，從前山總站出發可通達全城，非常便捷。更重要嘅係，市內公交站仲連通珠海環宇城商場，乘客落咗車唔使出室外就可以行入商場逛街，超級方便。而且室內仲設計咗好多嘅細節，比如隨處可見嘅指引、安全指示等，仲有衛生間、母嬰護理空間，上落客區域採用感應式閘門，讓人感覺到即使係乘坐公交呢件小事，亦可以有好正嘅體驗。其實珠海環宇城2樓仲直連城軌前山站，隨住珠海城軌嘅公交化運營，班次加密，逛街食飯，坐過城軌出行效率更高啦。作為珠海城市嘅商業地標綜合體，珠海環宇城嘅品牌力、文化內容亦喺度持續迭代，永遠俾人製造新鮮感。比如喺呢度中庭空間，不定期會有藝術文化主題策展，引進全國好玩又有趣嘅一線活力品牌，年輕人可以喺呢度食谷、逛手辦、影相睇展，實在太寶藏啦！